6号乌兹别克斯坦的6号选手抢到了羊，现在交给了7号库尔曼别克，发起了进攻。他身边有1号昭苏县代表队的1号在防守。双方队伍的7号都在奋力拼抢，这个时候其他队员也上来支援。7号库尔曼别克。库尔曼别克仍然牢牢地拿着羊，现在是穆哈米迪艾利准备投羊，远投漂亮。下半场开始不到2分钟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8号穆哈米迪艾利给自己的队伍扳回1分。现在场上的来到4比1。好，接下来由中国代表队的8号，现在羊在1号有沙和巴拉在进攻，节奏比较快啊，但是有掩护，有2名防队员上去了，绕了篮筐外围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好，有一个掩护，1号冲向篮筐。寻找机会，寻找机会，好，拉开距离，再推一下，好，传给了3号诺尔别克，诺尔别克在迂回寻找机会，重新组织进攻，好，绕开了远，冲到篮筐。这个远投是被干扰了，被乌兹别克斯坦的6号帕斯拉文抢了羊，地上4号别克交给了库尔曼别克，远传给了哈米迪利。6号帕赫文再次捡起了羊，组织进攻，但是有防守队员。库尔曼别克有机会准备打。6号帕赫文再次捡到了羊，但身边有2名防守队员，交给了8号。好，漂亮，击败，都是战斗队的击败，成了杰伦快速的发球机，马上击败，只有队员看有机会。获益惜败，冲到了篮筐下面。
羊掉到了地上，看看谁能捡起来。现在羊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法祖利丁3号选手手上。7号，库尔曼别克再一次组织进攻反攻，快马加鞭，巧妙地绕开了一个防守队员的抢夺。重新冲分，已经到了篮筐下面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羊被霍西拜拽住了。这个时候的机会，看看还有机会吗？单边，哎呀，这个手头稍微差距有点大啊。再次陷入到球的争抢当中，我们看谁能抢两。哎，漂亮！我帅，从莫哈米蒂手上抢开始反攻。防守队员跟上了，已经跟到跟前了，看看篮筐，好漂亮！7号，中国音标宜州高速县代表队的7号选手霍一拜，在下半场又给自己获得了1分。可以看到他胯下骑的是一匹青马，2号栗子是咱们一标准的一马。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5-1。好，周县代表队换人了。霍西拜下场换上了耶勒加提。接下来由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，3号发出一进攻。稍的放缓了节奏，在观察场上的形势。好，交给了8号穆罕默利。但是呢，他是个今天的防守的穆罕默利。哎，到了篮筐下面，差一点让达斯到。好，仍然是穆罕默利来，好漂亮！在标志时候，他突破重围，又得1分。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5-2。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穆罕默利今年
好，接下来再继续，中国新疆106招县代表队4号选手要了西组织进攻。好，迂回走到了场地右路，看一看，很快啊！喂，有点遗憾，稍微力度大，杨被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库尔曼别克捡起来，再一次组织进攻，交给了穆罕默里。没有急着发起冲锋，反而是迂回拉开这个空间，我们看一看。好，远传给了他的队友。6号巴赫拉文跟到了杨，到了，哎，裁判吹哨。裁判吹哨有一个犯规。好，继续由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组织进攻。现在是法祖利丁拿着杨，被高斯县代表队的5号达斯根抢断，快速的发起了反攻，速度非常快啊！非常快，现在看不到有防守队员，要投篮了。好，轻松得分。塔斯根，我们中国新疆伊犁州昭苏县代表队的明星吊洋手塔斯根，再得1分。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6比2。下半场的比赛进行到一半时间的时候，比分已经来到了6比2。好，比赛继续，现在由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6号巴赫拉文组织进攻。好，杨捡起来了，穆哈米提艾利在掩护，身边还有库尔曼别克，传给了库尔曼别克。到了篮筐下面，但是有防守队员。好，一个漂亮的弯身捡杨。现在，哎，要传给队友的时候，被防守队员干扰了，要投篮盖帽。塔斯根一个漂亮的盖帽，现在要反攻了，看看马速度非常快，有没有机会呢？速度非常快，塔斯根。又是空篮，又是空篮，看看能不能得分。好，漂亮！短短的几分钟，塔斯根连下2分。那么现在场上的比分来到了7比2。
好，比赛继续。现在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库尔曼别克在组织进攻，身边有队友掩护，看看能不能再把比分追回1分呢？哎，远投，但是这个现在是6号巴赫拉文拿着羊，但是身边6号帕克拉文啊和队友在紧紧的拽着羊。仍然是库尔曼别克，交给了库尔曼别克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哎呀，有点遗憾，哎，连续3次，连续1手3次都投篮没有进去。好，周苏县的5号塔斯根，刚才连得2分的塔斯根拿起了羊，速度非常快啊，发起了进攻。投篮，哎呀，被盖帽了。由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发起进攻，7号库尔曼别克连续4分下腰没有捡起羊。好，库尔曼别克捡起了羊，进攻，看看有没有机会。交给了6号帕克拉文，但是旁边有其他的防守队员来奋力拼抢。裁判吹哨了。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交给了7号库尔曼别克，准备投篮，但是可以失败啊，防守离时。我们看看，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，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能不能再得1分呢？远投，哎呀，没投到。好，下半场的比赛应该是要结束了。